咁啊，我哋而家啱先亦都講到，我哋好多有陸路交通，咁啊遊艇遊啦，海陸空，咁啊其實我哋都要嚟到去到香港或者嚟到澳門咁地方，我用我哋嘅遊艇自由行。其實你遊艇自由行，我哋嘅遊艇自由行點樣去提供？而家我哋現時一啲法例咧，其實都好耐㗎啦。只可以可能啲遊艇自由行你又唔可以租，只可以係包俾人哋玩咁嘅，跟住好多灰色嘅地帶捉你就有事，唔捉你就可能冇事。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可能司長都關心下，即係譬如我哋咧海陸空旅遊。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低空經濟、低空旅遊。咁我哋澳門可唔可以配合橫琴嘅一啲嘅配套？令到我哋廣東省做低空旅遊，我哋澳門可唔可以亦都喺低空旅遊方面可以做一個支持？呢個低空經濟、低空旅遊，用橫琴去配套澳門呢個產業，可唔可以係呢個低空經濟做產業嘅做落？遊艇自由行方面咧，相關嘅法律法規嘅配套咧，有機會我哋都會係同翻因為涉及到係其實一個海洋經濟嘅一個發展嚟嘅。咁呢方面其實喺營商環境嘅改善，如果係已經係梳理咗一批嘅法律法規係需要調整嘅，有優化嘅空間嘅話咧，經財部門亦都會同相關部門去協調跟進嘅。至於低空經濟方面，大家比較留意即係關心嘅低空經濟，其實而家喺澳門嘅場景咧，一方面係以旅遊嘅場景係可以配合到一啲無人機啊、拍攝啊等等，另外一啲就係外牆嘅檢測啊，呢啲都係以即係維修保養做嘅。其他嘅跨境嘅低空經濟運輸，低過1000米嘅航空器，呢啲係涉及到其實係咪有條件進行一啲其實通關嘅口岸嚟嘅？即係你飛開跨咗境，係咪仲有呢種咁樣嘅跨境嘅交通運輸物流嘅嘢咧？值得大家再探討考慮，就涉及到咧管控嘅部門啦。咁唔淨止係純粹航空管理部門，再通關嘅部門嘅設置，亦都係涉及到要同國家相關嘅部委咧係要溝通去做嘅，唔係淨係純粹係即係兩個區或者係特區政府同鄰近嘅城市之間可以協商做嘅工作嚟嘅。